台南的资源回收量一直在增加，着民众反映讲，这粪扫都已经弹出去啊，回收车还未到位，即期这收运的量能敢是无够咧。环保局表示讲，疫情过后，这回收量提悬一声歌，目前有加派回收车，也正在研究分工分类的收运方式。不过，因也强调讲，对源头减量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 一人踮路边排队等喷扫车，后壁有资源回收车接咧来。不过像安尼情形，并不是逐区拢共款。但是近来有民众反映，台湾粪扫煞等无回收车。根据了解是因路资源回收量上大，车载甲地满，爱先等于回收场倒，兼派车过来载。有民代认为，即摆回收车一礼拜敢若收2工，一个还得满，建议环保局爱做调整。为什么迄时间来啊？毋是跟保险车共款的时间，啊，搁一趟来啊？ 等足久的呢，咱个回收的足少，拢常常因为回收的物件较济嘛，然后要等拢足无方便的啊。你去甲伊增加伊一礼拜收的日数，譬如讲为2工变3工，还是甚至变4工，安尼就当解决这个资源回收车对袂到一般的垃圾车的这个问题啊。环保局表示，一台回收车平均载400-500公斤的回收量，对疫情了后，外送参网络买物件的人愈来愈多。特殊资源回收粪扫量对2020年549139公吨，到2024年606741公吨，总量增加超过1成。目前伫历史收运的辅助点已经增加1天的回收时间，嘛有咧研拟看敢要调整做分工分类。 做回收，安排这个车辆在做接驳，大概一部接驳车辆大概会分成大概3-4个线来进行接驳。那此外，我们在日间辅助点的部分，就礼拜1到礼拜6，现在有12个区队在示范日间辅助点，会去挑选其中一天，垃圾车会跟着回收车，来疏解我们这些回收量比较多的一些路线的。若要增加回收的日数，环保局表示，这需要人工甲车辆短时间内佫无法度实施。环保局嘛强调，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源头减量才是重点。目前伊嘛有咧设环保外送，鼓励业者使用循环容器。到大约127间餐饮店加加入，希望透过制度化来减少废弃物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